有看到吼？有，好，来哈，感谢吼，感谢就是咱这个这关怀基金会，感谢咱周馆长吼来办这个活动。我也真感谢咱安珠老师的邀请吼。顶年的时阵吼，已经跟大家人分享真侪有关着咱这个伫国中安怎来推广咱这本土语。我也讲到讲我伫咱电台所做的一寡情况。本身呢，我相信有真侪人听到我的名，看到我的名，一定是对咱这个朗读稿的文稿内底，认捌我，罕你看到我本人，真侪人看到我本人讲，你本人含文字差真侪，不要紧，这个表示讲我的文字比我本人佫较水，我也真欢喜。伫我迄个朗读稿当中有一个叫做《母爷的灯塔》这篇。伫咱即个教育部阅读阅懂闽南语第861期内底我有写到这朗读稿当中有写到讲，虽然安珠老师讲莫讲过去啦毋过伊讲到一个重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讲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甲伊中大成人，甚至到我已经渐渐已经变老人的即个期间，细汉的记忆永远会伫咱的心肝院内底。所以入诊的时阵，咱老师若咧互囡仔去理解到咱的闽南语，应该为生活上内底互因去做记忆。也就是讲呢，我真有法度写讲，早前我甲阮阿嬷伊的过程，就是因为我的时阵真正是甲阮阿嬷做伙，经过这种生活环境，甲阮阿嬷有对话，甲阮阿嬷的生活环境内底去听到迄广播剧，听到广播剧内底因咧讲的这个故事，歹势，我再问一下，恁真有看到迄个阅读阅懂闽南语的迄个画面无？有看到。我阿嬷上爱听讲报剧，尤其是台湾民生故事。安尼表示有嘿对。所以迄时阵呢，我就是咧写朗读稿的时，我就甲我细汉迄个经验，因为迄时阵算讲我第一件投稿，我第一件投稿我家己无主题通去写。伫我生活上，我感觉讲印象含台语上深的，就是真正含阮阿嬷的过去。所以迄时阵，我开始甲讲，我含阿嬷做伙听广播剧，后来去广播电台，想要做广播剧迄个心情，来写做这篇文章，叫做《母爷的灯塔》。内底有讲，阮阿嬷上爱听广播剧，尤其阮一阵囡仔咪伫咧棉纸被内底听拿到纸啊，规身躯安尼皮皮喘。我相信是真侪人伊的生活细汉的记忆是咱即样的，毋过对着咱即个现代囡仔，伊是毋是有共款的记忆？绝对是无。所以咱真的思想，虽然讲咱爱教囡仔新的物件，毋过咱爱甲囡仔讲，咱真要互伊教的这个过程生活经验，是会当伫伊长大成人了后，伊回想转来这个语言，伊甲伊的生活有法度通做结合的。所以伫遮要甲大家人讲，当初时写这个母爷的灯塔的时阵，有若互人知影讲，我甲阮阿嬷生活的经验之外，有若讲到讲。我家己自细汉的去食下大馆，就是虽然讲我无迄个才调开一间毋免卖药仔的广播电台，嘛无法度去请人来搬演精彩的广播剧。毋过因为我伫渔业广播电台，我家己有节目，所以我以后就是考调渔业电台了后呢，我伫我的节目内底，迄时阵我的囡仔较读国小尔。我迄时阵阿嬷已经过身啊，所以我无做互阿嬷听的广播剧。迄时阵我着做一个儿童广播剧，这个儿童广播剧伊叫做，迄时阵是国语的人叫《渔梦探险号》。谁来和这渔梦？渔梦如果用咱台语来讲，你就会了解我谁来用渔梦，因为台语叫做希望探险号。虽然迄是拍鱼的、掠鱼的一种梦想，或者是讲伫大海当中一种梦想，毋过对囡仔来讲，我嘛希望伊对即个广播剧内底引起伊对咱广播的兴趣。所以迄当阵，我就伫民国95年，伫渔业广播电台做即出广播剧，然后就入围儿童节目金钟奖。内底有一个儿童节目金钟奖、音效奖和剧本奖3项，我拢有一位。这就是当初时我第一件做广播剧得到奖的一个经验。因为即个真好的一个经验，意思着讲，我后来开始伫阮国华国中咧做社团老师的时阵，我拢甲囡仔讲，像我的社团课是无课本的，因为我的课本就是来自恁的对话。
每一件因伫阮社团顶悬，无论伊讲的是华语，或者是伊讲的是台语，只要因内底对话有真心实讨论的物件，有真心实的所在，我拢会家写伫个黑板。我会用2种语言家写伫个黑板，甲因的对话写起去。写起了后，然后互大家看，大多恁2个人对话，即个语句可能有相关语，即个语句可能有迄个较趣味无共的意涵的即个所在。然后写起了后，互囡仔看。我就甲囡仔问讲：那针对即种对话来讲吼，恁感觉讲会当变成另外一种较快的即种故事的一个情景？若是恁会安怎想？我拢会用问问题的方式。当然，一定有人会甲我讲，小姐足奇怪呢，是安那你的课，你的囡仔拢会甲你应，我的课，我咧上课，阮的囡仔下骹那下教的，然后拢伫遐点手连甲我看，佮无爱甲我看。当然，拄开始的时阵，定就是安尼。毋过，你若开始，互囡仔知影讲，伊的发言权，伊咧讲出来物件，你有甲注重。伊讲出来物件，你会甲伊变成一个剧本，互人演出来，伊有成就感。伊咧讨论，伊伫个课程当中，伊会想要去讨论，想要去参与，想要去甲伊的想法写出来。然后我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讲，每一个囡仔伫我的课程内底，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我拢袂甲伊笑。甚至伊凊彩有当时啊讲起来，那亲像有咧甲你挑战的时阵，我会甲化解，我会甲化解。比如讲，有当我人较大颗嘛，当时啊拢甲我讲，老师，你若食到安尼啊大颗，你拢无咧减肥哦。我就开始笑，我就讲，人讲小时候胖不是胖，我多喝得病，我小时候瘦不是瘦，爱变成安尼表示我的腹肚内底底足侪知识，我的知识真饱甜，所以我腹肚就愈来愈大。囡仔开始笑，有当时啊，就是囡仔伊咧挑战你的权威的时阵，你先毋免生气，尤其国中囡仔，因家己拢真有想法，你要互因感受到讲，其实你毋是要甲伊压，你是要做因的朋友，你是要甲伊徛做阵，你是要会听因咧讲话，听因讲的话，理解因讲的话，理解因的对话，理解因的文化，了后甲因的文化用因的形式来演出来。所以我的台语课从来毋捌有课本。每一件因所讲到的遐话，甚至讲伊会讲到一寡华语，伊讲老师，这华语这个国语我不知道怎么讲成台语呢？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我就甲写咧黑板顶管边啊，我就甲迄个台语字甲写起去，就甲伊讲这个台语字可能是啥物，然后根据因的对话，互因设计一个差不多4句或者是5句的这种对话小可的迄个情节，然后3、4个情节、3、4个对话，甲伊斗起来，有当时啊真趣味。像阮有一件，迄囡仔就讲，因兜住山顶，网啊真高，迄是因的对话嘛，毋过昨厝边隔壁拄因兜火烧，火烧的时阵，我徛伫边笑甲真欢喜。我有感觉讲，你这起承转合拢无共的，毋过因迄组尾上尾讲，笑甲真欢喜的时阵，叫阮阿母出来甲我骂，讲你袂当安尼，你爱紧敲电话叫拍火车进来来才甲火拍掉。伊尾人个收束甲真好，所以因的对话因干遐串起来，头前可能是真黑白讲安尼天方夜谭，毋过伊到尾伊缩起的时阵就缩了足好。所以头先伊咧讲头前的时阵，逐个人拢咧笑，感觉因讲因若讲甲安尼乱七八糟、乌鲁木齐。毋过呢，我伫我的课堂的时阵，我就甲因讲，其实你咱咧变落来伊尾安尼。伊变成一个咱讲的起承转，伊迄段迄个转的时阵，转的一个大弯，互人感觉讲安尼是要安怎收束，伊个合得很好。我就甲因做例摕起来讲，然后互伊一个较正面的肯定。毋过我有来甲伊提醒，就是讲你安尼变成讲第一，你可能人听到会感觉讲你安尼真奇怪。我有来甲伊讲正确的观念，毋过伊第一件我咧先咧甲因讲，因咧讲这个议题的时阵，我拢袂先甲因。否定，我不会先否定，我先甲伊肯定，了后较甲伊讲，安怎小可安怎修改一下，小可安怎好一下，安尼伊先感觉讲你无甲伊拒绝，伊对你个较袂排斥。第2件、第3件，因的迄个果，或者是讲因的迄个进程，因就感觉因会慢慢就修较正常，或者是讲因有较无共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伫课堂顶悬，因为我较早捌做过即种广播剧的时阵。我就发觉讲，我迄时阵咧写即个儿童广播剧，
我的遐剧本是为倒来的，我的剧本就是为我的囡仔含伊的朋友的对话当中所收集落来，所以亲像伊有一个朋友时阵，我内底有编着一个豆腐沙嘛，迄个囡仔就讲豆腐沙，难道是吃豆腐的鲨鱼吗？吃豆腐的鲨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我就把这个梗变成我一个 slogan，我就来放伊内底。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所以后来我咧做迄个社团的老师的时阵，我咧教囡仔的时阵，包括因的演讲课，我拢是互因家己去发展。我无爱讲你是来背我的物件，因为迄种背的物件一定会袂记哩。毋过因若讨论过程内底，无论因写甲偌歹，甚至我拢会甲伊讲，你去比赛，毋是要得顶，你去比赛是要互我知影讲你利用你的台语到倒一种程度，所以阮校的学生从来毋捌出过第一名，我教过的学生从来毋捌出过全国第一名，嘛毋捌出过全高雄市的第一名。有啦，高中了，人伊家己有才情，人伊摕离了，变因高中组的第一名。而我教的迄个时阵，无半个囡仔是第一名。毋过虽然我教的囡仔无第一名，我教过的囡仔后来行台语这条路囡仔，到目前为止至少有6个，其中有过来的拢已经考过中高级。甚至因已经变成咱今年度就是有去参加迄个台检所啦，或者是伊去考台语系，应该是行台语这条路有6个。这要甲大家人讲的是啥物？伫我教过囡仔的过程内底，虽然我毋是因主科的老师，我只是一个社团的老师，毋过因遐囡仔真正爱咱台语。我感觉讲，是安那伊会爱台语，是因为伊伫我台语社内底，伊共同参与着这个课程，伊并毋是讲。点坐伫咧遐，伊发言权就去老师讲，你安尼发音毋对，你安尼教字毋对，你安那毋对，你安那毋对。我喊你甲囡仔讲，你安那毋对。我多数拢会讲，你这个袂歹哦。毋过你也听看觅咧，这2个音啦，听起来你感觉这2个音敢有共款？我会用这种方式，互伊知影讲，伊的可能发音倒位毋对。我袂甲伊讲，你安尼毋对，来你照我安尼念，来加字哦，来你的字甲伊放伫咧倒位，我袂安尼教。这是我咧做广播剧，秘书讲我伫咧高中咧教台语的时阵我原来是希望讲，我的课那亲像一个戏剧，然后互因家己去发展剧本，发展剧本了后，因会伫顶悬会真欢喜，开始来可能4礼拜5礼拜了后，因个家己本身ก็有法度来做一个短的戏，这短的戏当然一定真侪拢乌鲁木齐，袂要紧，伊只要愿意开喙来讲。然后内底100句内底有3句4句，咱家参考捡起来，我拢会甲捡起来。这是我第一件迄时阵咧做广播剧就得奖的一个经验歹势哈。来，过来就是讲因为伫108年的时阵，我有去投稿，我家己本身有迄个投即个散文，迄时阵真好运，得到迄个咱教育部的闽客语文学奖。散文第1名，这叫做《巷仔内桂花香》。这个《巷仔内桂花香》当初是我并无想要改做广播剧，我只不过是想要甲我较早细汉真艰苦迄个记忆，然后是安怎迄个艰苦的过程，互我家己慢慢有勇气、有信心，重新徛起来这个过程。我家己迄时阵写这篇文章，好运得到第1名，所以得到第1名，咱詹文溪广播电台的赖家书楼赖台长。伊时阵在做乱詹文溪，伊想要甲真侪散文或者是小说来甲伊变成广播剧。当阵伊来邀请我，伊讲小姐老师，你敢会当来甲你这篇文章，我来甲伊改编，变成是个有剧情的迄种广播剧。当然，迄散文咧讲古的迄个部分，迄个口碑部分，我家己来扮演。迄当阵我就是受到伊的邀请，所以时阵伫11月8号的时阵伊就来甲我这篇文章就来做播出而且先互大家人来分享一下伊这乱詹文溪我这个部分大家安尼有听到声无？无听到声有听到声。有敢有看到迄个？有影像。好。我这个声，我来看这个声。听无啥有诶。
收细声，收细声晓。安尼个声会较大声淡薄无？产业就无做，查某囝日代制作主持。安尼较大声？嗯，有吼，安尼有较大声淡薄吼。那无声，嘿，即个时阵是无声无毋对。嘿，安尼真有听到迄个有看到影嘛吼？当我离开中，安尼有声无？无了才发觉，有看到影，站前往回分家，敢有看到影？我来面对当今的勇气，无看到影，所以见啊思念的风吹过，悠悠海海伫中里行的日子，安尼敢有看到影？迷人的空气。无看到影片，啊，敢有听到声？有声有声无影，有声无影吼？好好。每一冬的秋风闹起，一阵过一阵的鬼花香，就会为记忆上深的所在闻出来，那是一种特殊的气味。那参糖将拍家己的过去温暖咱热乎平，岁月的迄双手，抓着叮叮拍拍，将每一个严肃苦涩的日子，全日日向时。安尼有看到无？草原中行。看到啊，安尼有看到吼？有看，啊，嘛有听到？安尼声音敢会足细？嗯，声较细，恁住伫倒位？阮住伫庙后，阮住伫家尾。啊，属你咧？阮住伫中一巷。啊，恁住伫中一巷？对啦。阿元，阿叔，我甲阿伟哥有代志，阮两个先行。啊？哦，好，再见。阿元，咱紧行啦。了会记你读册的时，若对同学讲我住伫草原中一巷，听到的人就会先离我3000年，因为伫一般人的印象内底，你住伫草原，若毋是善良人，无就是落寞甲地家。其实会徛伫遐的人，拢是艰苦人，若毋是搁不二种，啥人愿意屈伫一片政府行袂卡到的山地，若着规家伙仔摕入这下真正的破草厝啊，逐日惊风、惊雨、惊爆炸、惊政府来听，过迄款提心吊胆的日子。草莓中巷是我成长的所在。自4岁对父母为学生来到这，一直到读大学离开为止，总共16年的时间。啥？还是到啊尾？到啊啦，头前已经嫁出啊，就死啦。啊，要紧哦，看起来足拗苦的呢。免钱的，加减啊懵大，一间厝后懵后，只只也阁有够咱一家口啊久咧。若毋是要为着新厝税，我实在足无想要搬来遮住。你看，遮一世界拢拗过拗过，敢若袂输去食了呢。是嘛？啊，恁来咧？我听同乡的咧讲，来去啊，定遮看去啊，
趁口有食，咱好好拼一阵。咱若欠有钱，咱才来去市内买一间老仔厝，后半世人咱就当好好享福啦。好啦，后半世人有一间老仔厝通住，搁较艰苦，我嘛对你拼。今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吼，就是迄个铁仔埕吼，就是咧铁厝的这个所在。曾经是郑国强上界大的违建地区。伫民国50年代，即趟因为挖建高雄码头甲二港，佮加上拄成立的加工区外销工厂一间一间开，互原本伫草地做实的，或者是发扬野鱼仔的庄稼人，小济来遮找头路。大量出外人无所在通徛，就伫即片山地沿着山鱼、好青江、天公潭一箍位啊。挂伫新草地一块公有地顶好，这是吼，就是先和大家人分享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就是当初是乱专门客吼，伊甲我这个巷仔内几回芳吼，来甲伊变成30分钟左右的一个广播剧。即伊这个广播剧有若互我有这个兴趣，来想讲，既然伊有法度甲散文来改编成一个那亲像广播剧的一个形式，那广告，那演戏。然后吼，互大家人知影讲即个故事。毋过吼，你有发觉无？其实即个散文的形式，含咱剧本，咱咧广播剧真正咧广播剧的形式，有真大前差。也意思着讲吼，我后来吼，我有想讲，要甲我家己本身写的另外一本小说，即个小说嘛是写新草的，即个小说吼，我想讲要来做一个广播剧。即个广播剧当中，我包括我的口碑，包括阮即个对话，甲我亲像头拄我所讲的，即个对话毋是我家己所想的，毋是我家己对迄个册内底去显出来的。我甲我细汉听到迄市大人，或者是讲咱厝边隔壁即叔啊、伯啊、姨啊、姆啊，因的对话伫菜市仔我去买菜时，我所听到的即个对话，我所搁记牢的即个对话，透过内底人物来呈现出来。迄时阵27、80年代，伫咱高雄拄好伫经济起飞了后，阮算讲伫经济起飞了后的第二代，伫咱新草地即个第二代囡仔，因内底的对话，因的友情当中的一寡用词，其实看到一辈已经有真大的无共啊。所以伫我这广播剧内底，我个呈现无共的两个世代无共的迄个咧讲话形式。第一种就是讲，这时代因咧讲的，因咧讲的较老辈，所以因的语言当中有真侪因的迄种咱感觉较深的，有较侪咱较无啥听会到的迄种较老辈的迄种讲法。然后少年辈因的口语的部分，就是阮即演的差不多40、50岁，咱讲迄个已经是华语化，就是国语时代啦，禁止说方言的那个年代之后的那个语言，伊迄语言伊迄个较我伫咱进的生活，亲像我进的生活所以讲我伫我即个剧本当中，我个设计两种无共款的种对话一个形式，较老辈因的用词，含较少年辈用词，无共款的人物，伊会用啥物款的语气语用，伫我即广播剧内底，你就听会出来。比如讲，较斯文的人，伊绝对就袂讲，你是咧看啥笑啊？即种话语绝对就无可能会出现。毋过，种话语，你若拄好用伫迄个菜市仔咧卖物件，或者是伫迄个他人咧博暖即种，你鸡啊落麻这，伊可能咧讲话就较粗，所以无共的人物特性，伊设计的对白口碑，我就对我的较早的生活的记忆内底，去找看阮厝边隔壁伊咧讲话，我阁还记牢咧伊遐个讲话形式。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借着即个广播剧来重新
甲阮70、80年代的生活环境甲对话，家呈现出来吼。所以我开始做即个广播剧，吼，听广播剧学台语嘛是为遮来的吼。迄时阵呢，我即个饮奶鸡的滋味吼，即本小说有得到咱即个高雄市的文化局吼伊的补助。迄时阵我咧写作的时阵，又甲补助，伊感觉讲我即个补助吼，伊感觉就是伊补助，感觉我即个写即本小说来讲啦吼，算讲袂歹。伫高雄真侪人咧写盐埕区，真侪人咧写写倒位写西仔湾啊，或者是写旗山啊，足侪地方的书写都有人咧写。毋过伫新草地即个所在，因为迄时阵到阮咧写迄个坎站已经拆到差不多啊，拆到无到1000户啊嘛吼，拆到因为差不多啊，所以要伫迄个所在佮重新吼来建立迄个地方的迄个地方感来讲啦吼。描写新草地会当讲是一个较新的题材，所以伫去年时阵吼，即文化局伊个补助我，互我写即本小说。即本小说是全台文所写，吼。我小说先写了后，有若有通过因的迄个评审，因感觉讲即本小说内底的口碑对话，甚至讲伊的迄个剧情真精彩，互因感觉讲即本小说有值得看，所以即本有通过。通过了后吼，带好我的较早的一个副董事，进目前伫高雄广播电台咧做台长，王永良王台长吼，伊是我较早渔业电台的董事，伊后来去新闻局，然后去做咱高雄电台的台长，伊知影我写即本小说，伊就甲我讲，小姐，你既然个写咱即个高雄即个故事，阮电台内底吼本身高雄电台就是咧做地方上的即种。地方上的一寡报道嘛吼，感觉讲，你若甲即个小说来甲伊改编变成一个广播剧，你感觉如何？我讲袂歹啊，毋过吼，即个广播剧吼，含小说又阁无共，因为你广播剧你要写吼，要写甲人会爱听，含小说的角度是完全无共款的。你要为小说来改编成广播剧，你爱设计的物件嘛无共。安怎讲呢吼？咱伫小说当中，咱会用变成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内底，你伫小说内底有真大量，你咧描写你心内的迄个心理过程，你会当用文字来描写心理过程。毋过你伫广播剧内底，你要安怎来呈现你的心理过程？那干那拢用口碑伫遐，家己念遐个文字，老实讲，听起来足无聊的。就是咱一般咧听广播剧的人，伊会感觉讲种无趣味啦，无趣味。人就袂爱听，安尼就失去了做广播剧的即个意义。所以时阵伊咧甲我讲的时候，我有若真，你安怎讲？我有若真，感觉讲敢真正要做，吼。后来吼，拄阮先生破病，阮先生得癌症破病，一直咧治疗。迄当阵吼，迄个王台长可能因为认为讲吼，我可能为着阮顾阮先生要治疗，应该是来做即个广播剧，阮就煞定尔。想袂到吼。我先生治疗了后，那亲像搁安尼稳定啊！我搁开始心内咧晓想着王台长和我讲的，所以去年的时阵，我较送迄个文化部的应用友善环境应用补助，送即个计划送出去了，想袂到，咱即个文化部搁补助我10万块。讲着10万块吼，若真正捌做过广播剧的人就知影讲，10万块要做一个12集的广播剧是非常困难的代志。你连迄个做音效，阮当初是去共访，就是人问看讲你甲我做音效做一集爱偌济，咱甲我开出来的介绍，一集的音效含后壁的配角，即安尼家即七个八头啊尾啊，安尼加咧上无一集爱15万，一集爱15000啦，10集个爱15万。你若做12集，通常伊也甲你打一个折，上无嘛爱差不多18万，佮包括你爱去租着音色的。后来是咧王台长甲我讲吼，不要紧，我录音是免费，互你用。我的平台，我嘛互你有一个时间会当来做播出。所以王台长伊互我真大的一个鼓励。甚至我个开始来想讲，对啊，你嘛无可能讲甲做音效尔，你嘛是爱找一寡人来演啊，爱有主角来演啊。你要找偌济人，你要偌济钱请人来演。你请迄专业的来搬，好，请专业的来搬，伊敢看互你的台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你请迄个专业的来搬，伊迄种开口，敢是真正咱台语开口？因为多数拢是做迄个
华语的广播剧会较济嘛，所以当初是人来甲我报价的时阵，迄价上嘛是关到我惊一个啦吼。就是感觉讲真趣味的代志。若是天公伯要叫你做一项代志，伊绝对会甲你排除遮个困难。迄时阵我知影讲，我摕着10万块，我要来做即出忍耐机的趣味的时阵，我甲真侪人讲，这我想要来放弃，我做袂到。当我讲要放弃的时阵，我的好朋友这玉丽老师讲，小姐，毋免啦，我来甲恁斗乐啊。K 组老师嘛讲，小姐来，我来甲你斗乐。真侪阮高雄的这参加语文竞赛、全国赛拢有得奖的这老师，甲你跳出来。有的人出力，有的人开时间，大家一比迄个高雄电台，阮第一届咧读剧的时阵，一才120个，我真感动，我感觉讲，阮咧花一个尔来遮尔侪人，拢阮高雄市的这老师，因拢甲我讲，小姐迄钱的代志拢先莫讲，咱先甲这个代志先做起来。好所以你请人要来录这音的这个过程，我就无开着，袂开着什么钱啦因为讲尾还佫讲嘛，然后我就想讲惨啊，这配乐啦、做音效啦，这另外迄间公司甲我开要到20万，我才10万块尔，我家己甲伊出遐尔侪钱要安怎？天公伯佫保庇，我较早咧做迄个《渔梦探险号》的时阵，你来看，迄偌久进前的，迄音效师伊拄啊着大灯暗。着大灯暗，伊画起来了后，伊有一个愿望，伊就是讲伊要做一个盲人电影院，要做一种互人用健康来听的这种广播剧。所以伊知影讲我要来做这个咱讲的超越这个故事，伊感觉这是咧帮助真侪弱势的人，甲因的故事讲互人听。所以伊是一个得过差不多超过20座金钟奖的音效奖的一个真专门的一个工作室，伊就甲我讲，小姐，我安尼半卖半销送，你看你有偌济，你互我了紧啊，偌济就偌济啦，无争吵，我甲你做。所以这个忍耐机的滋味，我的音效，有若因为这吴坤良吴大师伊跳出来，伊讲伊愿意替我做，所以阮迄当阵就开始试录，做第1集，做第2集，做第3集，目前第6集已经做了，咱等下咱会来听到第6集，所以我这个计划就是讲，为上届早以前，我看我南妈做伙听广播剧，迄时阵我就一直最想要做广播剧，当然无迄个才调，来去渔业电台，人伊咧报鱼市行情啊，咧报一寡渔业新闻啊，我看人拢无共，我做的是迄种儿童广播剧，无涯电台之外，佫有做一个儿童广播剧所以对我来讲，这做广播剧是我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到这个时阵，拄好。有这个环境，有这个补助，有遮尔侪资源，有遮尔侪阮高雄专业的老师来甲伊斗相听、斗相共，会当互我即届有机会，有可能甲咱这个广播剧来甲伊做成功。所以咱这个忍耐这个滋味，大家讲到的，得到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甲创作应用补助，我都有得到这个补助。这个补助阮想要找出这出戏的精神啊这出戏的精神就是讲，我希望用上在地的声音，讲上在地的故事，然后呢，当忍耐机的滋味，来找出你我的记忆。大家我讲到，我希望借着这广播剧，会当甲70、80年代迄个时阵的生活背景，逐个人，我相信迄时阵无啥电视嘛，嘛无啥物咱讲的网络这个物件，人甲人之间最主要的，逐工拢一定爱和人讲话。因为咧讲话，因会了解到你甲我之间的感情到倒位，因为咱有咧对话，所以迄对话内容，无论是詼谐的，无论是口舌的，无论是欢喜的，无论是悲伤的，总是咱伫迄段年代，咱一直咧对话，咱的对话，人甲人之间的对话，透过即个广播剧，我甲伊保留落来。忍耐机是安怎号这个名，叫做忍耐机。真侪人咧甲我问，忍耐机小姐。这到底是啥物？忍耐机就是苦瓜。伫咱这个时阵，我甲你讲，忍耐机就是苦瓜。你知影忍耐机叫苦瓜？毋过，若伫宋朝或者是伫东朝时阵，人讲苦瓜拢叫忍耐机，这是伊的名。当初是伊的名叫忍耐机，毋过时间了后，大家已经袂记哩，伊叫做忍耐机这个名。咱只甲知影伊叫苦瓜名。是安怎会讲到即项？就是
这个哪亲像咱的台语，咱真有一寡语词语言，咱无保留落来。未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咱拢无用伫生活当中。久了后，迄个语词佫袂记去啊。人佫讲着迄个词的时阵，你可能佫会换做另外一种思考。等哪亲像我第一件听着粉叶啊，我记是粉过坎蚵桥，我记是粉过坎蚵桥。我从来都毋知影粉叶啊，就是蛤蟆，因为伫我生活环境内底，我无粉叶啊这个名词。啊，不过对着迄个住海边的人，无定定因就知影讲粉叶啊，牵蛤蟆，或者是牵赤喙，因就分甲足幼的。啊，搁对阮来讲，即个物件合做伙物件，无论是拉啊、蛤蟆、花壳啊，啥物有诶无诶，阮全部拢甲叫做蛤蟆。这表示讲阮的生活环境内底无即个语言。啊，饮奶子嘛是共款啊，饮奶子搁较早的时阵，饮奶子有真侪品种。全部拢叫做饮奶子，其中一种饮奶子，就是咱正咧食迄种苦瓜，伊较苦，所以叫苦瓜。啊，毋过咱正看到遐尔侪品种的饮奶子，咱加会记哩苦瓜这个物件尔。所以我当初是佮甲苦瓜调工，甲即个词甲伊吹出来，叫做饮奶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即个饮奶子有若含内底迄个女主角的老爸含老母，是安那个老爸遐尔爱跋筊，因老母安尼甲伊。即世人拢咧拖无，拢为着咧还因老爸的吊孝。剧情内底是安尼，就是因为迄个老爸伫少年的时阵，饮一罐奶子互因阿母食，饮一罐奶子伫寒人的时阵，饮一罐奶子互因阿母食，饮奶子，迄个饮要挖紧，所以时阵这第二个意思就是伫遮。啊，就是讲表面看起来那亲像真水的物件，无定就是伊爱食苦一世人。甜的物件伊是苦味，苦的物件伊是甘。到尾伊是甘，这是两种无共的意涵，伫即个故事当中，伊咧插杂，所以即个饮奶子的滋味，伊毋是干那讲咱表面上的即个对话之语，伊内底还佫有一寡咱人生的一个哲理啦，啊，第三种就是，大多讲着饮奶子就是苦瓜，我希望讲借着即个广播剧，互大家人有信心，无定定咱真遇着真大的困难、真大的挑战、真大的磨难，毋过我相信，伊的滋味一定是花甘，时间会互咱看较远咧，你到尾仔你会了解，较早食的苦，到尾仔拢是甜来做结束，所以这是我伫咱即出戏的精神，而且甲大家来分享着阮即个饮奶即个滋味即个片头一个啦，大家听看卖咧，有听着无？有。讲上内底故事。当饮奶子的滋味，找出美好的记忆。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创作应用补助，高雄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台语文学剧场《饮奶子的滋味》。好，毋知大家敢有听到即个咱即个片头有大家拢有听到有即个有听到啊？是毋是感觉讲伫即个片头会足想要听咱即个饮奶子即个故事到底是咧讲啥物即个就是阮即出戏的精神。对逐个人来讲敢若亲像刚刚我所讲的，文字是死的，咱必须爱透过读剧含练习，咱才有法度来达成内底即个想要爱即种开口。所以阮伫第一件咧读这剧本的时阵，阮第一场戏你看在场的坐好10外个人第一场戏的时阵70几个，阮迄时阵就开始咧甲每一个人讲，因这人物可能是啥物款的个性当然了，像内底有即个玉丽咱看着边仔即个穿红色的迄个燕麦的即个即个叫玉丽咱恁玉丽老师伊就甲我讲伊感觉春可能是毋是一个讲话较紧的或者是讲话较慢的伊的声调是较悬的，或者是较低。阮迄时阵阮就会讨论讨论的时阵伊就感觉讲我若安尼讲，你感觉好无然后伊的对手迄个人因家己会设计，虽然迄文字是死的你要读偌紧，含读偌慢，伊会呈现一个人的安怎伊的个性。你若即个人较死涩的人伊若较死涩的人，伊咧讲话伊就较慢
哦，伊若较急性诶，伊咧讲话就诚紧，哦，伊诶声调伊会较悬，哦，若是你呢是迄种较无咱无呢，伊诶声调就会较低，哦，所以我咧读剧诶时阵，练习诶时阵，阮就开始伫遐咧揣摩啦，吼，咱就开始伫遐咧想看觅讲，到底即个人物，伊伫故事内底，伊到底伊诶背景是啥？伊应该用啥物款诶声调？伊是用较急诶咧，或者是讲伊用较关音诶咧，或者是讲伊应该是用较慢诶，哦，或者是有当时啊，安尼，哦，种语助词较济，哦，阮咧读剧诶时阵，拢有讲着，嘛有练习着，练习着，当然离咱现场所练习诶迄个感觉绝对袂准，安怎较会准？录音录起来你就知，哦。所以，阮迄时阵练习了吼，阮阁有记录，阮阁行去因诶迄个即个高雄广播电台诶录音室吼，即王台长特别吼伊款一间录音室，互阮来做即个广播剧吼咧录音。迄时阵阮咧录音诶时阵吼，啥物演送吼，其实阁无介确定。比如讲头起先我要叫咱即个王重宪吼创诶，要叫伊。要叫伊演男主角，吼，阮男主角诶名叫嘉雄，吼，嘉雄是一个高中生哦，高中生读大学，是一个真美静诶高中生。头起先我是按算要叫重宪来演嘛，吼。毋过重宪来试录诶时阵，我甲重宪问讲，重宪，我内底有一个政治人物吼，这政治人物吼，伊阁是迄个毛头诶大头家啦，讲话吼，迄较干乌贵口，我感觉你敢有想要试看觅咧？伊个两种角色，伊拢试录看觅。伊试录了，我感觉讲，伊来演迄个大头家俊生啊，含迄个玉丽啦，含咱客座啦，因三个人安尼斗打起来，真趣味。因诶对话个真趣味，而且甚至讲我剧本内底无诶，因三个人伫咧试录诶时阵，就伫遐一句来一句去，一句来一句去当中，逼出一个真趣味诶话，我就家收落来。然后阮咧修改剧本诶时阵，阮就互伊甲即个话家放伫咧内底，所以阮诶即个剧本袂讲足硬，嘛袂讲感觉起来恁若亲像人咧搬，你会感觉讲，那亲像就是因本身就是即个人，这当初是先会达成这种效果，这就是因为我互因有讨论的空间，互因有对剧本有真大解说的空间和内容，这嘛是咧和各位老师来讲到的。未来咱伫国中。若要做读剧的即个练习的时阵，大多那个咱的安珠老师已经讲啊真清楚。阮有甲老师咧问安珠老师讲，是毋是应该来办一个剧本写作的即种演习，是毋是应该来甲剧本，互每一个老师来做参考？老实讲，若是安尼，恁永远都拢咧演别人的思考、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想法。若是恁会当讲。你透过你上课的过程内底，含囡仔的对话当中，甲因的物件，互因讨论捡起来，然后即个物件变成是恁家己的，变成是恁家己的。因咧搬的时阵，特别感觉讲足刻意的啦。你特别感觉讲，因咧是咧搬出来，即个物件就是因的对话，即种的精神，较是讲，互囡仔伊未来有法度用即个台语，有法度不管是任何情景，伊拢有法度和人对话。这较是。较是咱教育部希望要做读剧读者剧场的即个精神啊，读者剧场比赛即个精神啊，我咧想啦所以我希望讲，我未来若是阮学校真正有若要派出去比赛，我拢会先看学校品好好势。我要比赛，毋是要得奖，我是要互囡仔有一个会当上台，会当去全国赛中，互因有一个愿望啦伊虽然讲无法度通读册，册读了歹。毋过呢，伊因为台语真够讲，伊可能定定堪人伫遐咧拉天，拉天的话竟然会去互老师家己改编做成剧本，伊可能会演即个拉天部分的剧本出来，演甲真趣味，互伊徛伫咧台仔顶，互伊家己有迄个自信。我希望讲，我未来我若学校要派阮去比赛，我的成效有平安的，我去无一定要得奖的我是要互囡仔遐算，互伊家己台语学到的物件会当算出来。这对我来讲。跟他亲像阮的广播剧共款，我拢互因一个初批尔。你要安怎改？你要安怎去算？你要安怎去演绎？甚至咱等者咱会听咱的第6集。当初是我只不过是写一个讲伫遐唱歌啦。我写一个讲春一面洗碗一面唱歌。
哦，啊无想到等者恁就听吼，这我先卖一个关子啦吼。啊，这就是阮当初是这试咯吼，啊，含这定角色的时阵吼，最主要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内底，我感觉讲一个真精彩的部分，就是因为透过这个过程，阮有一个脑力的激荡，阮有感觉讲这个物件毋是我红塑胶的，这个物件嘛毋是王台长的，嘛毋是林玉丽的，嘛毋是廖启祖的，这个物件是阮所有的人共同的心血。所以，阮即件参与着即个广播局的工作人员，包括阮的音效师，伊拢真看重阮即部的广播剧，伊拢感觉讲，咧做即部广播剧的时阵，家己若亲像甲阮心内底一寡物件透放出来，透放着啥物？可能透放着目真久的热情，无所在通透的热情，嘛有可能是透放着阮家己心内郁闷。台语互人看见遐尔啊久。台语定定拢个爱去演人个华语的即种，爱照华语的主流的价值落去演吼。啊，因为有即种广播剧啊，伊会当甲伊较早的经验、较早的细汉的物件，甚至是讲伊较早生活过这个物件。哦，你会用看吼，阮这根本毋是设计要互咱这，应该基本上毋是要设计互咱这个少年囡仔听的啦吼，是要互阮演的啦吼。阮较老辈的，或者是讲较爱听广播剧的这个人。阮这差不多拢40-50年，40-50岁啊！而阮迄个年代，阮少年过，阮捌经过迄个岁月，哦，透过这广播剧，阮搁行过一届青春，搁行一届去大碧湖，含男朋友抽锁匙去含肉啦、过船啊啦，这记忆，哦，所以我感觉讲，透过这广播剧，毋是讲要互人听，心情好听尔，阮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它疗愈了我们自己，它疗愈了我们自己。伊透放咱心内底目真久的一个情绪，吼，所以这个广播剧，互阮感觉讲真趣味，真好耍，吼。啊好，当然讲遐尔啊济啦，吼，我相信逐个人有若想要来听看卖，吼。咱这个青春悲喜剧，吼，咱这第一场戏内底呢出场的有这个春啊，有昆阳啊，有雅慧，吼。啊，咱先来听第一场哦。我等下题目吼，我先甲恁讲，我等下会问题目。即场听了我会问题目吼。我问春啊、昆阳啊，哦，因两个人什么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两人的关系卖好啊。第一题好啊，咱讲个白，安尼恁就知影。春啊、跟昆阳啊，因两个是翁仔某啦吼。啊，要互恁记的，就是讲因两个人有几个囡仔，因的囡仔正目前来想因。真的囡仔咧做啥物代志？因对话当中有讲到哦，吼，好啊，所以恁咧真已经知影题目是啥物啊，吼，所以恁等者要听的重点伫倒位，可能有若了解啊啦，吼，好，安尼我真过来分享着我真要互逐个人做伙来听的即部分吼，好，咱第一场戏哦。有听到声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下当再一次伫空中甲所有好朋友来咱台语无常有较细声。引来一个第6集，安尼咧，伫咱的广播剧，安尼好。哦，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毋知你敢知影？伫民国76年迄个时阵，咱高雄上界有名的所在是伫倒位？爱河无喏，迄当阵的爱河夭正草，无人会行为迄搭去，做赢会冷好拍。遐呢风景确实是真水，也毋过要是比袂过我要讲的即个所在。无毋对吼，即搭呢就是伫中山路甲五福路口的大统百货公司。会记你要被回销进前的大统百货公司，会当讲是咱高雄人的记忆哦。无论是汤汤的牛郎，或者是内底进口面，在拢咧展示伊的气派甲流行。早前老朋友来高雄，大统百货公司
绝对是爱带因去佚佗的所在。所以讲，新娘出世了后，伊为台北返来的时阵，伊就随带春啊，甲规家伙啊去大统社百货公司。讲起来哦，这个新娘啊，真是大出手，毋但甲厝内大大细细拢买米，特别哦，佮拣2双贵闪闪的鞋啊，送互春啊甲雅慧。迄天呢，昆良也是欢喜甲规暝拢困袂去，春啊嘛是共款哦，感觉过去的日子歹多是歹多，毋过呢，有即款知影有效的后生哦，未来日子总算有通毋茫啊！咱两人最点点的比如一起小雨伞，一起小雨伞，雨愈大，我来照顾你，来照顾我，来照顾我。水妹，你今仔日的心情袂歹哦。哦，歌哦唱甲非常的好听呢。到哪里才知？恁无是欠栽培尔。若无哦，电视迄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我见摆若看到哦，老嘛心痒痒，足想要去参加比赛呢。嘿，迄有影就对。水某诶，恁人来去替你报名，迄什么五度五关奖5万，啊若咱水某去比赛吼，迄百面是倒顶年金的啦。哎哟，你但是这个嘴安尼好累累。我迄个时阵哦，我只会去互你骗去，对你来遮吃苦。诶，啊佳哉，你家是我呢，啊若是嫁甲创意啊迄款的，迄毋知叫做白孝无目屎。哦，我听我人讲吼，伊拄嫁互伊的时吼，啊住伫个蛤蟆省啊，迄个时阵伊啊趁的钱，老嘛够伊寒啦吼，迄贵闪闪的奶子，落去买来互伊食呢。哦，谁想会到啦？啊，即马伊啊。会变甲安尼，嘛这哦，啊我嘛捌听武雄啊讲过啦，啊讲因过哦，伊若莫叫伊啊搬来咱新草衙遮，啊搁互人牵去跋筊、换咱甲丽君啊因，就会变甲遮凄惨嘛啦。迄就是讲啊，我只会不是哦，咧掠咱幸福啊啦，啊就是惊伊吼，行毋着路去，惊伊后一日若毁累哦，啊一世人就捡甲去啊啦。你看，啊，咱新娘啊出世转来，有才调甲小弟小妹买遮济物件，啊，互咱幸福啊哦，看甲足欣赏的。伊讲哦，咱以后若出世，嘛要学因大兄去大统买衫互你穿呢。啊，我则无咧啊，伊买啥物物件互我？伊若有心要诱惑我吼，啊，以后好好甲水电换互好。安尼哦，我就心满意足啊啦。哦，这你讲的哦。以后哦，咱新辉啊，若拢无买物件互你，啊，你着千万毋通安尼害我听呢。啊，我是对咱新辉啊，足有信心的啦。以后哦，我定着要叫新辉啊买互我。拄来要甲春啊斗收大的雅慧，拄好听着昆良啊咧闹。感觉真好奇，就开嘴甲伊问：阿爸，你介啥物礼物？讲来互我听看卖啊！免等你遐啦，你若有介意，我要来互你就好啊！你免听恁老爸，迄伫遐讲迄有诶无诶啦。你若有用上钱吼，交互阿母，阿母替你捡起来。迄大桶诶物件吼，贵闪闪诶，啊，当是要互人当做送款诶咧度讲。阿母，迄无共啦，一分钱一分货。你看大兄要互我鞋啊，有够水安尼。啊，阮雅慧吼少年，啊面膜啊阁水，啊像恁大兄买迄几束衫吼，啊真是那大小姐的呢。啊，若恁老爸吼，就免啦，伊若要买啥，啊拜二的上顶，就买到负责人啊。免开遐济钱啦。迄拜二的上顶上介好是有咧卖，我要卖物件啦。啊无，
你是想要买啥？阿爸外头的商店拢无咧卖，着专工爱走去甲大桶买。着囥伫大桶门骹口迄粒落嚟啊！迄金丝丝，迄透死人，嘛毋捌看过遮水的物件，害我咧nghĩ啦想，骂啊想，假想嘛拢是迄粒落嚟。落嚟？你想要爱落嚟哦？你若买吼，毋着爱较早起来咧。迄透早，我千江后壁迄群水池有无？遐济咧，莫讲一粒啦，看你要捡几粒，落嘛，记在你捡。无，你明明就知影我咧讲啥，搁要咧甲我滚算笑，我要爱是要18克，搁有挂酸啊落卖，信几啊有讲，以后吼，伊要买互我咧。拜托咧，恁囝敢食有3把香菜啊？讲甲即款铺排话，你也咧相信咯？这你都毋捌啦，人讲有目上水呢。是啦，有讲上水，毋过吼，你是好死。看到家己阿爸甲阿母哪做工课哪搭嘴鼓，互阿辉看甲心肝骨仔烧落，嘛对咧笑甲超欢喜的。讲起来，可能啊，甲村啊并是新草艺好野人，嘛着逐工做，才有通过日。毋过，伊若是甲丽君、甲真，甚至是甲梁阿比起来，阿辉感觉家己实在是超幸福的。亲像顶礼拜一个上店，伊陪丽君去买一件衫，讲是礼拜要去大美湖烘肉要穿的。想袂到，伊甲丽君规个商店是细透透，来来回回行过哪早，阿辉行甲两只脚叫要转去啊！丽君是白白的介绍，问来问去，拢叫无伊要爱的，尾啊，才勉强去买着一束伊喜意的衫。头起先，阿辉就是丽君嫌伊拣的衫无够拍，对袂着流行。后来才知，原来是丽君罕伫买衫，佮想要买一领以后出门拢穿会着的衫。阿辉听自我讲起才知影，丽君为着要买一领衫，甲欠诚久的钱筒仔破开，才欠一点仔出来尔。若毋是自我甲张时啊欠落来凉水钱摕来斗3天，可能连买嘛无通好买。迄时阿辉才理解，家己确实足幸福的。毋但阿母甲家己赚的钱，拢替伊捡起来，逐个月也有所费通好摕。大兄庆荣啊，佮诚疼伊，讲等有日子嘛过，就要买一台50仔互伊骑。要去大美湖烘肉的这一天，将机会又是来啊！来大家大多有听到这个广播剧无？拢有听就是有。有吼，好来，我带进带离这个所在，我来问玉华、陈小姐，玉华，你好，大家安尼听吼，你知影这个春啊、康坤良啊，这两个人是一对翁仔某啊，吼，安尼听起来，因两个有几个囡仔？因两个哦，也是安徽，一个安徽嘛吼，你有听到安徽的声？伊有一个大汉后生叫做信荣啊，已经出师啊，对。哦，湘云对啊，亚丽嘛对吼，有3个囡仔，2个查甫，一个查某，对。出师啊，迄个叫做信荣啊，吼，未出师迄个叫信辉啊，吼，多谢你好，来，迄个话咱咧会当关起来吼，好，多谢，信荣啊，信辉啊，雅辉，吼，信荣，吼，公营的营，信荣啊，吼，伫这内底吼，我再来问大家，我看。
咱下直接拍伫个顶悬的即个咱的讯息区，安尼我一看就看有吼，就免开麦克。好，然后借问一个吼，咱即个昆良啊，伊讲伊即若想暝啊想，想到迄金死死的物件，伊甲迄个名号做啥物？罗雷。罗雷真好，罗雷是啥物物件？劳力士的手表。手表啊吼。咱即个人拢知影落来叫手表啊哦，我先来甲即个桥段设计伫内底，你安知？因为我有一间上课的时阵，我甲阮学生，我迄天拄好挂一个表啊，金色的。阮学生讲，哦，老师，你戴那个表好漂亮哦，水干呢。我讲，我个开玩笑甲讲，我即粒落来。啊，阮学生也甲我讲，老师，哪有？你粒看起来圆的啊，也无落来形啊，谁那你会讲你粒是落来？哦。所以对囡仔来讲，落雷这物件跟手表一点仔关系都拢无。伫因的生活经验内底，并无甲即个劳力士手表甲伊叫做落雷的关系。无听着因的爸母较少年开，阮的即个囡仔，国中的囡仔，因的爸母拢差不多70几年厝，甲80年厝的。较早结婚的拢80年厝的，拢已经囡仔拢已经读国中啊。所以咱像咱这50、60年次的啦，吼，咱拢知影讲，劳雷就是劳力士手表。不过对60、70、80年代的这少年的爸母来讲，可能因为用劳雷来形容劳力士手表，咁啊，亲像咱会讲 BMW， 咱会有的人会叫米零的嘛，吼，米零的，有人拢安尼讲。啊，所以你若咧讲米零的，咱的即样的人，咱拢会知影讲咱咧讲啥。不过对少年的人来讲，伊个会特别问。什么叫做米零的？什么叫做米零的？哦，因就唔知影。这个是语言，伊用的时阵，咱咧用一个语言，唔是讲伊表面的意思，咱有引申的意涵的物件。咱捌生活过，所以咱知影。不过对因来讲，对少年的人来讲，伫因的语境内底，因并无接触到即种的语言的情况，所以伊无法度知影讲，原来咱讲的。落雷，迄粒落雷，含迄个村仔讲的，25千姜透早出来十几只的落雷，2箍骹咧卖，迄种落雷是完全无共款的。吼，当初时我就是知影讲，阮的学生对即个物件伊无了解，所以我较会甲伊即个桥段编入我的广播剧内底。所以这广播剧的这个桥段的部分，并毋是我家己想出来的，就是讲我。逐件咧上课时，阮的学生啊，伊会有一寡反应互我会甲捡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冲突的点，或者是讲，咱咧讲的摕起来画一寡点安尼啦吼。啊，即个物件吼，就是就是我拢会用伫广播剧内底吼。好，啊，搁有就是咱拄仔有讲着啦吼，讲迄个村仔咧甲伊讲，伊要买物件，就是安怎爱去甲大统百货公司买，伫商店。100外大，有咧卖。请问商店是啥物物件？商店是啥物所在？夜市对。咱即拢讲夜市嘛，夜市啊嘛，啊，阮早前我较早生活过迄个年代哦，阮袂讲夜市，阮夜市有2种夜市啊，咱粪扫市、黄昏市、夜市，迄个物件，伊咧卖物件，多数拢是咧卖菜、卖食。迄种迄叫做夜市。阮咧讲的夜市，就是咧卖食的物件，阮叫夜市。夜市伊是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比如讲，阮拜日伫倒位有一个夜市的场，倒位有夜市的场。商店离阮新草街这所在，讲的商店，阮新草街有商店嘛有夜市。夜市就是我讲的咧卖食的物件，暗时咧卖食的物件，迄叫夜市。商店对阮来讲，就是讲赶集的市集。伊会沿迄个路，沿一条路。足长一条路，然后伫顶悬摆真济物件，食的、穿的、用的，逐项物件拢总有。这叫做商店。早前的商店呢，卖上济就是卖衫裤。所以阮新草街即个商店沿着迄个铁基路、迄个临港线铁基路，一直到仁爱国小啦，一直到行人国中啦、前顶高中，安尼一条路，差100外大。迄时阵草街人。无遐好命啦，无讲逐件啥物物件，就拢爱去甲点仔买。阮拢会趁商店的时阵有出来咧摆，包括这音乐迄时阵迄盗版的很多。阮伫顶悬拢会去遐买真济迄个卡带啦，或者是曲盘啦，或者是一寡
阮真爱听的即个歌曲啦，阮拢会去遐买，甚至嘛有咧卖册。我较早的册有一寡故事册、红仔册，伫遐拢有二手的。迄商店足济，用迄叫做商店。对我来讲，商店和夜市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我讲，我是安那要借着即个广播局，要来甲阮迄个较早的年代生活背景来甲建立起来，或者是保存落来因为对真侪人来讲阮高雄到单位止迄个拜二的伫德昌街，就是我拄仔讲的迄个商店还阁有而且伫高雄人真侪人，因会想要去遐踅迄个商店，因嘛特别来讲迄叫商店因嘛袂讲夜市。咧踅即个商店，阁阁有人咧讨论的毋过呢，伊的单位无较早遐尔啊济，较早是100-200担，即差不多拢差不多30-40担个加安尼啦卖食的较济，卖穿的较少我就是想要讲。较早遐尔啊济，遐尔啊辉煌，遐尔啊活络的一个生活样态，我想要来保留落来。用这文字，用这声音，用这广播剧，甲保留落来所以伫这个所在，我就来写伫个咱这个广播剧。写伫第一场最主要就是咱来等一下咱来看到讲，咱这第一场当中笑着春啊伊含因翁婿的对话春啊，就是咱玉丽老师伊真够演真正真够演。伊真正足好演的阮也足自然的咱这个昆阳廖启祖老师，伊阮也着过全国赛演讲2件拢是前6名所以伊阮也用竞赛好几年啦即个雅慧阁真细汉伊是我较早的学生对国小开始，甲进高中阁继续咧拍拼咱台语所以因演的这出场的这个人物，我最主要是要互逐个人知影，台统百货公司是咱高雄人的基地。第2点就是，阮离阮草衙这所在有一个商店真大。第3点就是讲，阮草衙这的人，囡仔袂晓读册，袂要紧，大多数拢互因去学功夫，有诶学涂水，拢伫台北，大多数拢去台北学较济啦毋知是安那台北可能生理较好安怎，拢走去台北咧学，学涂水啦，学水电啦你若要晓读册，就去学水电。你若会读，你就继续读。当然有一寡较岁，伊可能就是无想要学功夫，伊就去铁仔店考铁仔店一工，迄时阵挂铁仔一工才有3000啦你若做老师一工才有900外。伊时阵伫铁仔店挂铁仔一工有3000，所以伊好趁，伊拢会去迄铁仔店做迄个咱来讲的菜川工趁真济。毋过呢，后来因拢无讲介好。就是因为里内底可能有诶跋筊啦，有诶啉烧酒啦，尾逐个身体拢介歹我伫我即个广播剧内底有哪拢会有讲着好来，这第2场戏第2场戏内底就是咱即个女主角女主角伊堪人约好，伊要去参加咱诶因诶同学小少要去项目因为女主角诶老爸欠人诚侪钱欠诶钱当中内底有即个咱王崇宪老师伊所演诶即个俊星这个俊星是迄地方上介有钱的人伊足有钱的，有钱就想要有势，所以呢，伊心心念念就是要做一个政治人物对选里长开始，结果选里长差100票去输去所以毋甘愿，真决定要来选国台代表因为选国台代表爱真侪钱，伊某阁无爱钱互伊所以呢伊就只好去找迄个雷君林老爸雷君林老爸欠伊诚侪钱嘛，要找雷君林老爸要去讨销结果佫看到雷君要出去佚佗就安尼心内就安尼小可无啥欢喜啦即个时阵呢，迄个好伯好伯是迄个西药房的头家，好伯是西药房的头家由这洪传宗洪老师伊所演的伊演了也真好伊是西药房的头家卖药互阮草衙人，迄时阵无健保嘛，所以人身躯病痛，逐个拢食迄个食便药啦三角干啦，或者是高标六仙丹啦，差不多拢食这较济所以迄时阵伊趁钱趁水咧伊的后生呢，迄时阵有才调家送去日本留学这个后生叫姚贤这个姚贤这个后生呢，后来参雷军阮也有真大互伊一个真大的鼓励啦这是阮即个人物内底这第6集内底青春悲喜剧咱这出场的这个人物雷军是由着咱罗乃伟老师罗乃伟老师由阮高雄市一个真有名的老师边仔即个咱燕秋老师伊是演阮内底迄个家珍伊嘛是有演，伊演家珍演了真好边仔即个是林珠君林老师，是阮高雄市阮全国赛内底2型有得奖的
啊，所以阮即几三个老师拢是全部赛出来，啊，因有若参与着阮即边的迄个囡仔即个滋味，无论是校定，或者是讲对咱即个声情，或者是咱来担任演员，因拢有来参加，啊，这是咱第二场，啊，咱第二场的戏内底哦，要互大家人听看卖咧哦，啊，钟宪老师伊要来参加国台代表，啊，伊的对手叫做啥物名？伊的对手叫做啥物名？而且参加国台代表爱开差不多偌济钱左右，上无爱开偌济，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就是何伯啊，伊所要伊的证件是啥物？伫咱的广播剧内底嘛听会到啊，所以咱而且咱搁来听着第二部分来是等一下哈。大家都有看到我嘛？来，门下口的事，原来是早丽君天要袂起去啊！好嘞，啊，恁囝敢是好嘞，亲像顶礼拜日的上顶。原来是丽君hand伫买衫，佮想要买一领衣啊，真衬型啊，佮真听伊。丽君摕镜甲家己位头照到尾，伊感觉镜内底迄个姑娘啊，看起来是有够青骨头在样。原来hand伫买衫，佮想要买一领以后出门拢穿会着的衫。我会听自我讲起才知影。丽君为着要买一领衫，甲欠真久的钱筒仔破开，才欠一点仔出来尔。若毋是自我甲杨师啊欠落来凉水钱摕来斗衫，大家有听到吼？可能连买嘛无通好买。其实我会才理解，家己确实足幸福的。若阿母甲家己赚的钱，拢配贴条，逐个月也有所谓通好摕。大兄倩玲啊，佮真听伊讲，等旧日子嘛过，就要买一台50仔互伊骑。要去来这一天，将机会要是来啊！这天后早，丽君天还袂光就起床啊，伊早顿穿好了后。就随去洗身躯，丽君用红色纹，把规身躯的油烟味拢全洗掉，才了了啊，把这束新礼洋装穿起来。丽君摕镜，甲家己位头照到尾，伊感觉镜内底迄个姑娘啊，看起来是有够青筋的。原来属伊所讲的3分人7分钟。确实是如伊的道理。丽君行出门下口的时，拄好撞到隔壁的好伯啊，徛伫门下口，甲俊生啊2个人，知咧讲啥物？丽君啊，啊你今仔日装甲这尔水，是要去约会是嘛？俊生一个爱讲笑呢，我是要甲阮学校的同学去航班啦。吼，这好命！啊，恁爸欠人遐济钱，恁母啊，趁钱是趁甲连困都无通困，你阁有心情通啊去行吧？吼，你若有迄款用钱吼，也袂晓先摕来还我啦。俊生啊，啊你嘛莫阁安尼欺负囡仔。丽君，你莫插伊，你做你去，进去进去。听到俊生啊这款口说话。互丽君的心情足压杂，嘛真后悔，家己是安怎要遮尔老实，甲别人讲今仔日要去耍。丽君足惊，阁会撞到厝边来门，所以伊就3步转5走，紧离开迄条巷仔。好啊，看到丽君这款模样，有小可唔甘，所以就开喙念俊生啊。俊生啊，啊你嘛较差不多咧，伊也欠你的笑，甲丽君有啥物关系？你无看伊
互你讲到规个面红讲，差一点仔目屎就要淋落来啊啦！哎哟，讲甲丽君仔即办的吼，实在是真无我缘呐！看到人拢结甲迄款新妇仔面呐，啊，搁再讲啦，而且较高读，受啥路用啦？买手毋是甲阮量啊共款，才读高职尔。人丽君读的是乡上，甲恁量啊读的迄间哪有共啦？我是真替伊拍算啦。若丽君是阮兜的查某囝，我教阮牵的，惊着会坚持要互伊去读乡女。一人一款命啦，伊都毋出世来恁兜，若无嘛袂遮尔歹命啦。啊，搁再讲啦，做二啊查某囝，毋着爱较认命咧。伊无紧去斗趁，来还钱无大劲啊，搁走出去耍。哦，你较讲嘛是你啊强伊的笑，嘿，鱼还鱼，虾还虾，搁再讲，因如啊，毋是已经有咧斗趁钱啊，你是咧烦恼啥啦？我煞毋免烦恼，即届选国台代表，着开真侪钱呢。阮某佮甲我的钱缩起来，啊无钱我着惊无步啦。敢免想看要安怎甲钱倾出来？哦，若讲到这，你敢知影迄个第7分局遐迄个组啊，嘛要出来选国台代表？我有听人讲，议员要甲伊合作呢，要推动迄啥物啊？对啦，推动就地让收即个法案啦。啊？组啊嘛要选议员，搁要甲伊合作，啊是对啊毋对啊哈？议员毋是讲要杀我出来选？看到俊清啊，全然无相信的模样，好啊，就甲议员摕来要互伊转囡仔的草案摕出来，互俊清看。看到就地让收这4个字，互俊清啊所看甲伊爱笑。就地让收，哦，这阮当时组啊迄颗毋正厚画出来的口号啦。啊，伊自我伫草衙咧卖贩厝的时，就讲我土地的产权有问题啊，使人莫来甲我买啊。伊嘛无讲毋对啦。若我迄当时有甲伊的话听入去，即马我着免烦恼咱遮会去互政府拆去啊啦。哎哟，啊代志都毋是安尼看的啊。啊像你买的即款2楼3个楼仔厝啦，你听好4价去探听看卖诶。啊，咱全高雄吼，敢有通像我爸遮尔俗诶？我迄当阵就是看你卖厝价，俗要甲外口的一半，毋才会买。请人知，哎，讲这嘛无效啦。看要安怎解决才是道理啊。爸遮哪有歹呀哈？啊，搁再讲，咱新草衙真正是地理好，你看。你开的即间西药房啊，会当正年啊食饲，互你趁钱哪趁水咧。啊，我无功劳，嘛有苦劳啊。啊，你讲遐拢假啦，万一伫咱新草衙问题内当来解决，搁袂拆着我的厝，我拢会支持。亲像昨啊即届讲的就地让收，我看是真有病呢。哎哟，一款空嘴无子的政见。啥人袂晓讲就地让收？啊，台湾政府是要偌济钱要互咱买土地啊？总讲一句啦，就地让收对咱新草衙来讲，就是上介好的政见。你若即届政见要选国台代表，我看哦，你着爱甲即个政见藏落去。我知啦，啊，毋过吼，讲较无输赢的，即个就地让收。就像阮量啊，要做好囝，啊二啊要改缴共款，是新草衙3项无可能的代志啦。啊，犯事哪有一定啦，事在人为。啊，你嘛莫甲恁兜的后生看甲遮无。啊，阮量啊的代志吼，我早就看破啦。若无，咱来小思，看我讲的即3件，倒一件会成？我着伫5000宫请一边仔大戏。互大家看免钱的。啊，三思就三思，若连就地让收都无成，
请一饼鱼来拜托神明来斗解决，我嘛愿意啦。讲起即个龙啊，伊是尊生的妈妈囝，阁是饮食的汤生丸，从细汉就结交无所不至，定定互厝边头尾斗袂煞。饮食啊，真挺善良啊！便若有人来投，伊就会摕钱去安搭。有当时啊，尊生啊想要教事，饮食啊佫会讲，互量啊是愈来愈教袂听。量啊读册了后更加严重，伫学校若毋是冤家相拍，无就是讲破学校的玻璃。尊生啊，不时互老师请去入题。量啊，国中读了未毕业的时，伊就一直乱饮食啊，爱买乌托摆互伊。饮食啊，无伊的管，只好买一只互伊骑。想袂到，伊国中毕业了后，定定乌托摆骑咧，就甲新草原遐的伯伯啊，伫个中山路咧驾车，互尊生啊是定定爱去第7分局，甲伊报出来。国不中，尊生啊只好开真侪钱，搁找人去拜托，才甲量啊安插伫山内斗底的高职，互伊伫遐读册。想袂到量啊读无3工，就偷偷啊选转来啊。伫咧拜五一天的下晡，量啊伊无去新草原找朋友。嘿，大家大家来有吼，有听到声无？拢无反应。有啦，来借问一下吼，迄个俊生啊吼，俊生啊，我拄倒咧讲要问啥物？看俊生啊，要做伙选国大代表迄个人叫做啥物？周啊。周。对，对手叫做周啊，对无吼？好，周啊，摕出来证件是啥物？迄个和阿讲，这个证件足重要。对，就地娘修对吼。迄个居那真对，就是4字就地娘修。就地娘修是啥物呢？就是讲，因为新草原这是迄个违建嘛吼。当初是因为这个违建足大，伊这个土地有诶是起伫个沙地顶悬就是咱的出海口迄新生的迄个沙地，有诶呢是伫迄个大塘。当初是有人甲迄个草原这附近诶田园甲大塘来甲伊租落来要种甘蔗、种枣。按过呢，大塘伊拢无管理，意思着讲，亲像俊生啊这种人伊就伫顶悬起真济即种犯厝就是咱一般讲的成屋啦起犯厝起真济了呢，就开始卖。以前真济对草地内的人，因无迄个土地产权的概念，所以看到卖遮俗，真济人就走去甲买。买了后呢后来政府开始感觉讲，即个新草原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愈来愈需要解决。所以就开始讲要拆厝的时阵，大家人较知影讲，原来因较早买的这厝迄产权、土地产权是有问题，使用权无问题，使用权因迄已经起好有若有牵水电，有若有迄个地木，有若有咧纳迄个咱讲的房屋税，所以迄个有买厝的这啦有买厝的这因的迄个使用权拢无问题，毋过土地有问题，土地是政府的。政府因为伊迄时阵不作为，意思着讲新草原问题足歹处理。后来呢，经过真侪人的拍拼努力，后来有做一个叫做就地娘收。即个就是讲，甲你的土地，你若已经有使用权的人，你会当甲即个土地买转去。你拄好无经过着伊要开路的所在，无要去迄个行政中心即个所在，或者是讲伊无去着迄个。图书馆的即几位停车场，即几位的公共设施，而草原你若无达到即几个所在，而且你家己本身是有即个已经有建筑物的伊会当甲土地买转去，变成一个合法，你家己合法有土地有厝的，以后就无人会甲你拆。当初时
我甲你读高中的时阵吼，迄时阵每一个要参加议员选举的啦，或者是讲要参加立委选举的啦，国大代表选举的，只要讲到草芽部分，拢一定会讲到就地娘收，就地娘收。啊，这就地娘收这历史呢，伫别个所在有若较无，敢若新草芽有即个议题尔。所以我有若甲即个议题来写落去我即个广播局内底，这我若是算我即个广播局内底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咧推动伊时间线的一个事件，推动时间线的事件。伫遮即个所在，本来要跟大家人分享的即个点，就是讲咱咧做家己，无论咧教囡仔咧做写剧本，咱袂当讲咱受着啥，就来写啥，咱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即个主题内底，咱来看倒一个是主线，倒一个是分线，倒一个是会互咱即个剧情会感觉趣味的。那亲像咱咧炒菜的时阵，放的番椒少尔，毋过你会感觉足咸的、足酸的，食起来足有味的，迄个所在你爱放落去。毋过呢，你的主角是啥物？主题是啥物？你有若爱来放伫个内底。当然，我这是12集的。一个广播剧，恁正所听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所以恁刚听到一个部分的段落，你可能会感觉讲，听毋知影主线伫倒位，袂要紧，你到月，因为这拢还袂正式对外公布我有若希望讲，逐个人今仔日会跟逐个人分享，有若经过着咱高雄电台，我有跟王台长有来讲，我今仔日要来讲咱即个广播剧，有小分享着咱即个内底小可的部分对整个的部分来讲有若是阁希望咱伫9月初1的时阵9月第一个礼拜日早起10点咱会当来听着高雄广播电台咱台语文学剧场引来即个滋味这就是咱即个第2部戏所讲到即个部分即个第3部分呢来。这第3部分就第3场戏。第3场戏出场的人物较少，这出场的人物加量甲如大家有讲到量就是咱迄个俊星的后生自细汉就甲无所不至啦，无所不至毋通讲破玻璃啦，或者是讲定定他们驾车去用掠去第7分局去因老爸遐甲报出来毋过量即个人趣味甲，伊虽然大家看到伊人惊，毋过呢。煞去介意着如如呢，毋知影量咧介意，如是迄个咱的女主角丽君，伊的小妹，为着要互丽君读册，如家己自愿去加工区内底去捧一场，爱做的真艰苦的工课，真艰苦的工课，所以如是一个真单纯真拍拼的一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呢互量看到量毋知安怎看到如了后杀着顶八卦，会食袂消化所以从此了后迄个量就开始逐工咧捉入来听看伊安怎捉因搁伫加工区的大门口上来上去，到底量是伫遐咧？互咱继续听落去。喂，牛啊，你哪会愈徛愈紧啊？我差点要互你弄着，你敢知？伊安尼雄雄站伫我的头前，若弄着人，你敢飞会起？人叫你拢无咧应我，我遐甲看来才讲，你敢讲无听着？无，你是啥人是安怎你叫我就爱停落来应你。我陈建良陈建良，又搁是啥人？借问一下，咱敢有相捌？吼，你袂甲恁姊有来阮阿爸的选举暗会，恁姊搁讲你爱食鸡腿，你拖我搁包真侪互你炸断去呢，你哪会毋捌我原来你是准升职来的后生，咱才见一摆面，哪有算吧？无喏，我是嘛伫恁巷仔口美阮大咧等你，我拢甲你握手呢，你敢无看到？敢有？可能我近时无看到。快点，你即摆有捌我？你敢敢做我的女朋友？哇，你是食饱伤言哦，找我本身就是无，一开喙就青蹦白蹦，爱人做你的女朋友，就算是七仔亏，嘛毋是安尼。做我的女朋友袂歹呢，我逐工拢会用摩托车载你上下班，暗时
带带你去看电影、散步、啉咖啡。我才无咧稀罕咧，我家己有卡踏车，等你来载。佮再讲，大工我着忝到拢袂讲话啊，无迄个性命甲你去看电影。来啦，你莫惹伊个拒绝，无哦，你卡踏车轻扛诶，对我来写我看日头落海，你又毋知遐偌尼了水诶呢，保证你毋捌看过。啥啦？你若想用，去甲恁爸的服务处扫扫咧，莫来甜我。如啊水当当，凉啊凉啊水啊，如真烦呢，想到边仔的啦。你若讲呢，我要叫警察来啊哦。警察袂啊无聊啦，管东管西，还佫管了人安怎拍七啦？如啊水当当，凉啊凉啊做冷红，如啊。拜托诶，你莫搁念啊好无？我的头壳互你念到揪揪疼。你若答应明仔载牵我去看电影哦，我就袂搁烦你啊。明仔载，我若只要去大美哦，叫我爱顾厝，无我倒去啦。如啊，真正水当当，凉啊凉啊，我上会做冷红。如啊。好，算你厉害。无，后礼拜敢好？讲定哦，后礼拜哦，咱来三多鱼看早场诶，我去恁兜载你。你千万唔通去阮兜，若无，阮老姐若知影我带你出去，伊会生气诶。好，咱就叫伫咧三多鱼团啊，你若无来吼，我就去恁兜找你。古早人讲，若要照查某囡仔，有10种无共款的撇步，迄就是1钱2言3水4少年5好喙6家贵7甜8年9强10家死。你想袂到哦，伫新草地这个人人囝的量啊，竟然会去杀掉嘞阮的小妹子啊！伊敢若用甜一步，都互如啊指责袂掉，答应后礼拜要甲伊做伙去看电影。这件代志，如啊并无讲互丽君知，因为这礼拜是丽君头一摆甲人出去佚佗。如啊希望阿姊会当欢欢喜喜，莫为着伊的代志操烦。好吼，啊，逐个人有听着吼？嘿，大大，你有感觉迄个量啊有厉害无？恁感觉讲用这种方式来叫查某囡仔，真正感觉有？啊，是安怎？我会设计这种桥段，你毋知影？阮学校吼有一个查甫的吼，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叫阮学校的迄个足够读册一个查某囡仔。啊是感觉毋吼，拢伫边仔爱家己的名吼，家己编，当然伊毋是编咧如啊水当当安尼啦吼，这是我家己改编过。伊会家己的名呢，无不断的在旁边一直伫遐唱，一直伫遐念，一直伫遐留到迄个查某囡仔吼，后来吼真正是大家若看到伊拢会用家己名哦，足奇怪哦。头起先就感觉因两个绝对无可能，煞讲安尼一句来一句去，骂来骂去，骂到尾也讲真正做因女朋友啦。所以我迄时阵伫学校就是有看到即个情景吼，所以我较甲即个桥段吼来甲伊设计对咱即个咱这广播剧内底吼，所以讲我感觉讲即个广播剧呢吼真趣味趣味的点伫倒位吼？趣味的点就是讲咱会当甲咱实际上吼看到即个物件呢吼，我看下倒有一个人有迄落嘿，我看一下嘿。对啦吼，跟骚法爱注意吼，这是真迷乱啦吼，真迷乱。对，较早无迄个跟骚法吼，跟踪骚扰法吼，真呢，你若用这种方式吼，这会叫迄个家长讲到这个跟骚法，我若堪逐个人分享者。阮有一个学生吼，伊有若亲像量安尼，足介一个查某囡仔，伊无用像这种方式伊用对种方式呢？伊逐工替迄个查某囡仔甲伊。抽屉内底的遐课本甲伊整理好清气，逐工拢咧整理人的桌顶这整理伊的册包。有一工迄个
迄个查某囡仔的老爸来阮学校，甲即项代志讲互阮教务主任训导主任知影。伊讲吼，这是一种骚扰，而且这是破坏人的隐私所以迄时阵阮有针对即种的情况，甲迄个跟骚法有提起来讲对无毋对？这是其实是爱注意到迄个跟骚法。过伫迄个青少年即个时段啦你若讲到讲亲像即种安尼有来有去的种对话，有当时互咱家己想无，有当时查某囡仔呢，感觉讲这查甫逐工伫伊的面头前安尼出现，有当时里头里尾有诶就介意有诶国中的囡仔是安尼无讲话无要义无注意，迄拢袂产生感情。亲像量安尼阮嘛有学校的囡仔像安尼，尾两个煞斗阵害阮以后若处理袂了呢，因为老爸老母其实无介意讲，互囡仔遮尔少年就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讲二青少年，来我看即个，跟骚法跟我嘛袂晓讲呢，台语要安怎讲？跟骚法是台语要安怎讲较好军中咱即个人讲军中共北田养伤咱讲的哥哥田嘛即个人足够共养伤的共哥哥田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名词，咱会当直接用迄个文读音直接安尼读，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讲咱若未来有共识，咱会用去讲针对即种咱较有诶法律的名词，甚至像迄个安珠老师讲的，咱直接用国语讲咱无的确着讲伫情景式演讲，或者是咱读书的时阵，全部拢一定要用台语。你若讲到现代词的时阵，一句两句用国语来讲，这专门的名词，像跟骚法，较早无即个物件，真较有诶跟踪骚扰法咱若未有共识进程，咱就用甲即个跟踪骚扰法用国语来讲出来，是安那袂当我是感觉讲这有若是会使啦好今仔日先和大家分享的即个广播剧的内容就先是到遮的部分。而且呢我就是要和大家人讲到，就是是就是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啦。当然有人跟我无同的想法，这嘛是真好倒伫咱这3段广播剧内底毋知你敢有听到较早前定人咧讲，毋过真罕地用到的代志，伫这3段内底，敢有人有发觉到较早定听到，毋过真罕地咧用的代志，有无？若有，你会当会较拍字拍出来，互看卖咧若无像安尼，你可能听过，你感觉讲这对你来讲个生活容易尔安尼个不要紧，安尼表示讲咱的生活过程内底咱这个语言阁有伫咧只是讲我顶阵有找一个高中的囡仔来听我这第6集，伊来甲我讲，对因来讲听这第6集，因有真侪物件拢爱阁甲我问亲像这路雷表这个物件路雷这个物件甚至讲迄个扑拍，对因来讲扑拍无商店伊嘛较毋捌听过阁有阁过来因就感觉讲迄含伊的生活经验内底较无的比如讲咱讲的驾车有来迄个咱这个五月天有一首歌叫《驾车》，所以因对驾车这个名词并无竹架竹架对因来讲，竹架因就较安尼听，路漫因知影，竹架因就毋知所以我迄时阵有就是甲即个广播剧有一个高中生，其实我听过一解，伊有感觉讲内底有一寡名词对因来讲是较困难淡薄所以我较会讲咱语言若无保留起来，无定定你嘛感觉讲迄嘛无啥，无去就无去问题是咱台语真流，因为咱有第长10个年代嘛所以咱真流传落来，已经有无去真济若无去就无去咱会当使用的即个语词就更加少讲来讲去嘛是遐个语词尔，语词会丰富，就表示你爱用，就是有一寡语词伊较幼路的物件，伊较幼路的形容，咱拢佫共款佫用会着好当初时我写即个广播剧的时阵阮有咧讨论，就是讲阮是毋是会当对阮即个广播剧写一首主题曲，所以时阵我嘛写一首主题曲。这主题曲有请到阮迄个就是阮的音乐老师，伊来替阮来。
来配音，所以咱逐个人会当等下听到迄个皮拉声，皮拉声就是歌词的部分。你若听到皮拉声，你会当对咧唱看卖的吼。这是这首歌的阮的这个广播剧的主题曲吼。故乡的天上青，故乡的月上圆。故乡的天上青，故乡的月上圆。故乡，故乡是伫倒位？草原的故事由阮来讲起。故事来到一个大都市，连一支遐都洗袂去。都不自将来好时机，谁知一过几十年，手面来趁食，乐天无心影，吞苦花花面乌乌，谁讲做工无前途？一枝草有一点路，这是阮才进步。故乡来到一个大都市，青草地甲阮上阿美，今日是世，一见出世，搁较艰苦嘛愿意。日头晒人汗，汗水落袂煞，风吹日晒阮毋惊，头风落雨照起行。请你莫讲阮顺命，阮好嘛在心肝。你一条街，平世顶天来欢喜，顺见起就会吃亏，最心的心命来接，命来接。来接，你敢听过一名字？苦尽甘来何处觅？亲像草原的故乡的水上美，故乡的情上美，故乡。有啥物味？囡仔一个滋味，是阮故乡的滋味。我先拍一个，互我遮尔拍拼，你咧听。多谢吼。这个歌词吼，包括内底这个音乐吼，拢是阮家己原创的吼。就是这个旋律是我请到阮学校的音乐老师，伊帮我写。那改编曲呢是由着阮这个配乐吼，就是做阮音校的这个吴坤良吴大师吼，伊替我写。内底这个歌词是我家己所写吼。这个歌词当中呢吼，我有写着讲，其实就是阮这个故事内底伊最主要精神吼。对着较早老一辈，阮爸母因来讲，故乡是伫倒位？故乡就是伫草地，伫分家人遮个所在，迄是因的故乡。对阮即个因对高新来到即个大都市，因为因拢说袂起所以较会来草地即个所在来住伫遮尔歹的一个环境内底。迄时阵是讲后时期啦，后时期谁毋知影讲一过几60年，囡仔拢来出世吼。所以因的生活就是手面来趁食，毋过因有一个真乐天，无信命，因会认为讲。只要家己肯打拼，你就算做工嘛有前途，一枝草有一点路，这是阮老爸常常甲我讲的。
你毋免家己怨叹家己无路用，吼，就算是请查某，你家己嘛有你家己的水，吼，一支草有一点路。啊，即个高雄即个城市，就是有遮尔啊侪拍拼的人，啊，较有进步，吼，啊，所以新草芽对因来讲呢，堪面足下味的，因为这拢是因家己的较早故乡遐的人，逐个拢住伫咧遮，吼，今日是提出是啊，为着因呢较艰苦嘛愿意，吼，就算日头晒人汗，一直咧流汗，一直咧流袂煞，风吹日晒对因来讲嘛毋惊，透风落雨嘛爱照常去做工课，吼，啊，逐个拢讲因真认命，毋过因毋是认命。因有因家己的希望，因的希望是啥物？就是这时势会当长大成人，有家己的好的发展，吼。啊，所以因会拢讲因家己是烂土内底种子啦，吼。啊，而且呢，变势紧来顾院，吼，来发院，吼。啊，选紧起叶花渐开，最先结成饮奶枝。饮奶枝这个名词，吼，就是苦瓜，吼，跟咱亲像草芽共款，头期心足好，毋过苦到尾啊，你家己会感觉，这是甜的。进目前草芽已经听着，阮离开草芽阮也真久，毋过阮草芽人只要搁当着，吼，阮会讲起较早草芽的生活，对阮来讲，草芽吼，就是阮家己故乡的迄种滋味吼。所以我家己本身咧写剧本的即个过程当中呢，有真侪内底拢是甲阮家己的囡仔咧互动，吼，啊，伊互我的一寡想法，或者是讲因。普通阮咧讨论的时阵，我甲因的物件捡起来，然后这个物件我会当运用伫我家己剧本内底，甚至讲因家己设计剧本内底，因嘛会当来用吼。所以阮伫阮光华台语社是安尼做的吼。比如讲，这个微电影，这个是我上第一届的时阵，阮这个学生真趣味。我老实讲吼，伊讲伊感觉阮光华是一个鬼屋啦，所以伊讲伊要甲阮光华变成迄种鬼屋的迄个形式，我足尊重伊的我感觉讲。对伊来讲，光华咱佮另外一个学生伊甲光华当做啥？当做是迄个动物园啊。我讲，迄拢袂要紧，迄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所以我拢会分即个物件，互因家己去想。然后恁共组开始落讨论，你内底你即个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你要安怎落去做？我拢是互囡仔因家己去想，毋是我写互因抄，我加互一个空底的物件，互因讨论。讨论了后，因有好的物件，我佮甲因捡起来，甲伊捡起来，然后变成真正的剧本，互因去搬。然后我会一人摕一个白板，互因会晓顶悬，互因家己去翕了后，互因家己去加。所以阮光华台语社的囡仔，因大家所做出来，无一定足水贵，无一定足完整，无一定足好。毋过因大家拢有知影讲，你若家己要做一个剧，无论伊是广播剧，或者是讲伊是咱未来可能要家己要做电影，或者是家己要设计一个咱讲的动漫的脚本。因拢有才调，因有家己的想法，因会家己落去做，这是阮光华的台语社，这是我安尼做。这是我家己一个真大的感想，就是讲语言这个物件毋是伫课堂内底讲的，然后出来了就开始用华语，或者是讲用英语，咱伫生活内底，平常时咱个会当用的这个语言，伫生活内底用会到的语言，才是久久长长的话，所以我现在想要做广播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讲，借着这个广播剧，甲我细汉所经过，所听到的这个对话，或者是讲我所经过的这个感受，用着这个广播剧的形式，透过别人的嘴，然后甲伊讲出来，然后甲伊保留落来，这就是我希望会当借着广播剧，互其他人未来想要学着这款台语有机会。所以我讲做广播剧学台语，就是安尼。今仔日我也真多谢咱大家人听到2点钟，我也真久感谢落力，多谢大家人热烈来收听，感谢。多谢你。是，多谢，好，来，安珠老师，我无听到你的声。毋知咱大家大多听了吼，有啥物感想无？加明白一寡咱高雄的历史，甲迄一寡词毋捌听过，多谢老师。多谢分享吼，真正诶吼，对嘿，哎呀，透过安尼会用去了解着阮高雄诶一寡历史吼，这是阮
即届吼做这广播局上大，啊，毋知对咱我拄所分享的讲，我伫阮这课程内底吼，含这同学吼做伙来共同来思考着这上课这种各种的这种方式，毋知逐个人有其他的任何意见无？来，安珠老师已经上线，安珠老师来，我先把时间交互你。安珠老师无声，大家讲无听到你的声呢，你的声足细声。安尼有听着？喂，安尼呢？有，安尼有听着啊？我讨论一个问题啦吼，你讲这因说法，即马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讲新的名词，咱就尽量咱台语有理，咱就照咧读。伊足惊你发明一个，我发明一个，一个专有名词就变做本也读袂出来，安尼台语颠倒乱。因为足侪就讲迄个沉浸式教学，我嘛知影以前拢有人讲迄个浸水式的吼，搁一个浸水，话讲啊浸水咱叫做水就安尼吼，不然台语有咩淹死安尼？所以像这沉浸式，其实咱台语本来就字嘛，沉浸式的教学，咱讲教学吼。本因像这教学教学，咱就讲这专有名词，咱就读本因沉浸式的教学，安尼变做类似安尼啦。讲迄个问题啊，因说法，咱就交流太好啊，大家讲惯势就好啊。好，来，有啥问题无来？讲你的声就够好啦。谢谢焦老师，今仔日佫加学一招，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专长啊，一个老师分享啊，阮就会当加学啊。因为一个人的功夫就是有限啊，加听加学过，安尼咧教学较精彩啊。去学过，家己能力就愈来愈好，尤其吼，咱是教现场，因为国民教育嘛讲拢用老囡仔做事，好大多数老师拢嘛共款，伊早安怎教，伊嘛做安怎教。可能咧设计小可甲调整一下吼，囡仔去做主角。囡仔需要啥问题就提啥。来，老师来，你。小佳老师你好，其实我头拄仔听到就是规个迄个广播剧啊，真正是听了足享受的，因为伊内底的声情啊，佮有每一个字伊的表情。我真正是，就是有的时阵是足专心咧听，有的时阵哪做代志哪听嘛，感觉足舒适的安尼。所以想要请问讲，这以后是会等到就是高雄市迄边，就是会甲伊去网站顶悬爱去听，还是讲会伫咧一寡 podcast 的电台迄边会当听到就是后尾几六集安尼。是。敢会当像讲咱开车，还是讲咱骑车会当听安尼？多谢。我伫遮甲大家说明吼，其实恁今仔所听到是一个 demo 尔，吼，就是阮已经做到第6集啊，总共有12集。伊个高雄电台，伊未来是伫礼拜的时阵9月份开始吼，9月份开始，伊是伫礼拜的时阵早起是10点到10点半点钟的时间，对第1集开始播送。当然，阮当时是咧送计划的时阵，迄个高雄电台，伊未来会放伫咧 YouTube， 佮因家己的网站顶悬，因拢会放。所以你会当点开落去听，因为迄种是公共财。阮咧做即个物件，阮是公共财，甚至阮会甲迄个台语字拢甲伊放起哩。就是讲，因为阮这用字拢有经过，我拄有讲到全国赛遐个字音字形的老师，因拢有甲阮斗阵过。所以，迄个用字的精准度应该是我感觉较有较可靠淡薄啊，嘿，对。所以你会当未来个讲你若会当家己，阮不是无用 podcast， 毋过阮会放伫 YouTube 顶悬，或者是讲放伫咧高雄电台因的网站顶悬，伊会一直放，所以你会用点落来家己听，嘿，伊是数位式的，伊会放足久的，嘿，是。多谢，多谢。来个啥物人有问题来？老师，差不多有一个如果是就地量收，有一个学生写卖出去的那个售，有一个是写接受的售，
所以就地两收是倒一字，才是正确的。售出的售，就是讲就这个土地，我要把它让出去，售给人家，所以就地让收，让人，就地让收，让人让迄个住伫这个所在的人卖互伊，所以是那个贩售的售，就地让收，周翔老师，这个议题，阮也是算讲全国应该敢若草价有做就地让收这个吧，我嘛毋知影。就我听到到目前为止，我敢捌听过草价有讲过这个名词，安尼尔，对。好。你有时囡仔咧写图表在议题的过程当中哦，这就是一种上好的方式。有时讲囡仔写毋对，咱按这机会讲，伊写呢吼，不利个方还是咱改一下那较好，用方式来做处理。来。有啥物问题无咧？老师你好，请问你广播剧爱开偌济时间，互因咧准备练习？你是讲阮即出，还是讲我上？即出就是即出，嘿。阮拢一礼拜前互因。一礼拜前就互因，安尼就有法度练起来啊。毋免练啊，因为阮遮的老师，因逐个人拢会晓看台语啊。阮唯一需要讨论的，就是讲爱的声情是啥物安尼尔。你要展现的表情是啥物？对因来讲，人物内底迄个剧本无困难，因为因逐个老师拢已经有就是来参与即个录音的，拢一定B2 以上起哩的程度，甚至有的拢已经是专业级的。好厉害！请问如果是学校的学生仔咧？学校的学生仔，以我来讲吼，我的学生仔若做一个较初阶，差不多10分钟的广播剧来讲，我差不多爱用4礼拜至5礼拜的课互因训练，一礼拜会课2节，等于讲爱10点钟10节课。知影，好，多谢老师哦。包括读剧，包括讲练习，我无互因背哦，因会用改内底迄个词，迄拢无问题，对。安尼了解，多谢老师。谢谢。还佫有啥物人问题？你讲报剧是一个听趣味的方式，囡仔家己去想讲伊要表达啥物话，尤其咧讨论过程当中，其实语言一直在调，吼，愈讲就愈顺，越讲随顺，就手袂顺吼。所以要办读者剧场，其实重点嘛是遮，就是讲，互囡仔日常生活当中，甲老师、甲同学拢咧讲台语，咱的语言才有多。因为咱为92到即马讲实在，囡仔会晓讲的无几个，咱爱检讨咱的教学方式。所以毋嘛讲今年开始，我国中、高中要开始教，所以咱嘛要规个甲变过来吼，改变教育现场的状况。毋知各位有啥物要提出来甲小姐讨论的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即个广播剧甲即马足流行的 podcast， 意思是毋是有相共？无共。无共哦。Podcast 吼，迄是个人的自媒体啦。咱安尼讲啦吼，伊家己有一个频道嘛吼，伊这个频道伊想要讲啥拢会使。当然，我若甲我的广播剧做成 Podcast 的形式，家放起哩尔，这无啥物。毋过一般真流行的 Podcast， 少年人伊爱听的拢是伫咧讲迄543的，伊就是比如讲2个人咧对话啦，然后针对今仔日发生的啥物社会议题啦，或者是讲有一寡两性之间的这个议题，这拢较流行的 Podcast。因为我家己本身有早前，就是前阵啦，我有想要做 podcast，我感觉讲收听的效果介歹，原因是啥物？因为阮可能对袂着咱少年人喜欢的即个脚步，咱即少年的喜欢的 podcast， 听 podcast 的人通常拢是较少年岁的，所以因听因咧讨论的议题，甚至拢较头前的啦，拍电动的啦，或者是两性的啦，因有一寡物件拢较。我想要表达的，要互因知影的，其实有一个距离。这我家己爱思考的，就是讲我的脚步可能爱搁较紧的，搁较更加了解进现代的少年家因喜欢啥物款，要如何用台语互因将咱喜欢的物件，互推塞互伊，这是推塞互伊，毋是要推塞咱的物件，是要推塞咱的语言互伊。所以我真甲你想这个，这看 podcast 无共，所以较会找到一个讲伊有一个频道，咱公用的频道。高雄广播电台，伊来找我，我嘛愿意，阮就用即个方式播出去。伊迄是公营电台，公营电台，所以讲伊嘛无迄个
因最主要就是要推广嘛，所以对因来讲嘛是一个好，伊嘛无需要有一个广告的一个压力，所以阮两个拢是双方互惠。多谢老师，大家。多谢塑胶，因为时间的关系，多一点，咱就先讲到这。后礼拜日有韩文老师的台语写作的故事甲感想，讲着一寡写作方面的。拜四是我的课，我的囡仔歌的世界。讲甚至咱咧读俗语，还讲有一寡囡仔歌吼，到底是迄个到底读文音读鼻音，我会甲你规个做一个整理。而且我若讲甲咱台湾的囡仔歌做整理吼，甚至甲厦门的，也来做伙甲斗一安尼吼。所以变做有人问讲，读者着重的，咱想做一个广播剧。你的物件其实规个进程当中嘛算一种广播剧，只是讲你的主题，你一定要甲囡仔生活做结合。你若牵上讲实在，迄毋是阮要爱的物件。你若讲到一个爱情故事，是讲着淡水，还是讲着郑武贤先生的数学万物，讲上讲实在就无适合吧。若讲你学校发生的代志，你其实嘛是一个广播剧啊。你其实嘛是咱做结合啦，只不过你方向要了着。若因为时间关系，咱今仔就先讲到这吼。后礼拜二到拜四，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咱关怀线顶认识固定吼。多谢各位。多谢，谢谢，谢谢。谢谢。